好歡迎大家咧，今晚嚟到中神嘅院慶嘅感恩崇拜。就其實今晚咧，亦都係我哋嘅開學禮嚟嘅。咁所以今晚咧，其實就中神大家庭聚首一堂。當然啦，有我哋在校嘅學生同佢哋嘅家人啦，有我哋嘅老師、同工、董事。在座咧，亦都有好多我哋多年嘅校友、中神嘅支持者，又或者係生命之道延伸嘅同學。我哋好特別歡迎咧，即係好多喺教會嘅牧長同埋神學院嘅代表，都感恩我哋能夠係一齊去到相聚嘅。咁我都好特別咧，就即係歡迎咧，遠道從海外嚟咧，都有唔少嘅來賓嘅。即係尤其是咧，我哋中神係喺美國、加拿大同埋澳洲咧，都係有董事會。咁有啲嘅董事會成員即係趁住50週年呢個大日子咧，都遠道從半個地球以外嚟到嘅，好歡迎佢哋。當中咧有好多都係我嘅前輩，係有啲咧都係90幾歲嘅老人家。佢話咧，將到一生人係奉獻俾中神，叫我好感動、好感恩咧。今日我哋能夠實體咁聚首一堂。特別咧，我都想歡迎今晚有2位咧從印尼嘅東南亞聖道神學院嘅代表嚟嘅。咁都特別係歡迎咧，佢哋佢哋應該識聽廣東話嘅，所以就所以都好感恩啦即係今日咧係啦，除咗係有香港本地亦都係全世界好多嘅弟兄姊妹咧係嚟到即係一齊去到相聚。咁我諗我哋即係今日能夠聚埋一齊咧，都係上帝嘅恩典啊！我想邀請大家一齊起立。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感恩暨開學崇拜，現在開始。請教授團進場。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他名的榮耀，使讚美他的話大有榮耀。當對神說：你的作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敵要向你投降，全地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創造穹蒼，掌管歷史嘅神，就讓我哋歌頌你奇妙可畏嘅作為。會眾，讓我哋仍然嘅站立，我哋一同嘅嚟到頌讚主。
楚。讓我哋透過電幕上邊播放嘅相片，一同嘅數算上主奇妙可畏嘅作為。世世代代嘅人都要頌讚你嘅作為，他們要傳揚你大能的作為，他們要講述你威嚴的尊榮，我也要默想你奇妙的作為。他們要述說你所行可畏的事的能力，我也要宣揚你的偉大。他們要傳述你可紀念至善的名，也要歌唱你的公義。信實嘅主，因住你所行嘅奇事，我哋向你獻上感恩。為
讓我哋一齊祈禱。慈愛信實嘅上主，你喺50幾年前設下異象，激勵咗幾位喺美國留學嘅中國留學生，委身於神學教育，矢志服侍中國教會。中神嘅神學教育運動就係咁樣誕生啦。喺過去半個世紀，你感動咗眾多嘅弟兄姊妹支持中神嘅異象，參與中神嘅神學教育運動。你亦都賜下豐厚嘅恩典，帶領中神喺香港建校，透過唔同年代嘅老師同工，培育咗千千萬萬嘅神國僕人，喺香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忠心咁去做你嘅工作，傳揚福音，服侍社群。你又使用咗老師嘅研究出版，幫助教會見證福音，牧養信徒。中神從開始過去半個世紀嘅服侍，以至今日同未來嘅發展，完完全全都係見證緊你嘅恩典同埋信實。今晚我哋中神大家庭一齊喺度聚集敬拜，係要將讚美同埋感恩歸俾你，就求你悅納我哋向你嘅獻情。我哋同心合意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讓我哋細看電幕，一齊嘅嚟到回顧過去10年裏邊喺我哋身處嘅呢個城市裏邊所發生嘅事。過去這個城市鏗鏘，許多人眾多千百傷，很多志向。這裏見證城市興衰，許多人理想都遠去，很多破碎。崎嶇的高山峻嶺，哭泣聲中等舊情。主必引領。此刻，讓我哋有一段禱告嘅時間，聆聽昔日詩人嘅祈禱聲，深切為到我哋所身處嘅地方祈禱，祈求上帝憐憫。
神從天上俯察人的眾子，要看有否具洞見的，尋求神的。人全都背離，一同污穢發餿，沒有一個行好的，沒有，哪管只是一個。掌管世界同埋歷史嘅主，面對世界嘅轉變、天災、戰爭、饑餓、貧窮，人類形形色色嘅罪行，我哋誠心喺你面前祈求憐憫同埋饒恕，我哋一齊祈禱。至於你，主神啊，因着你名為我行動，因你鍾愛美好，救拔我。啊，我卑微又貧乏，我心在我裏面被刺透，如影如長影，我被離去，我被抖落如蝗蟲，因禁食。我雙膝不穩，我身瘦如柴。憐憫人嘅主，你讓我哋喺香港呢個城市裏邊生活，我哋睇到唔少疲乏嘅身影、憂戚嘅面容，亦都聽到唔少憤慨同埋哀哼嘅聲音。不過好多時候，我哋只係着眼於目前同埋自身嘅事，卻未能夠對身邊嘅人同事嘅需要有所敏銳同埋動容。而刻，我哋誠心嘅喺你面前祈求你憐憫寬恕。我的份就是上主，我在此說，好遵守你的話語。我曾用全心懇求你，恩待我吧，按照你的說話。我思考你的道路，我就轉回我的腳，朝向你的法度。我迅速而不遲延，好遵守你的命令。呼召人嘅主啊，你讓我哋喺神學院、教會、機構等等唔同嘅場景服侍，成為你嘅僕人、福音嘅使者。不過我哋冇能夠專心尋求你、聆聽你嘅聲音，亦都未能謙卑真誠咁彼此配搭，同心回應你喺個時代嘅需要，同埋行喺你嘅旨意嘅裏面。我哋誠心喺你面前祈求憐憫同埋寬恕。聲中感夠清。
找到方向，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會眾，我邀請大家一齊起立，我哋同眾禱文。上主啊，世界充滿罪惡不義，教會卻軟弱失信。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立得住？然而你有憐憫，有恩惠，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求你不要按我們的罪待我們，也不要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上主啊，你在空虛混沌中訂立秩序，在墳墓中勝過死亡。感謝你從罪孽中把我們挽回，賜我們神兒女的身份。求你潔淨我們，使我們成為聖潔，扶持我們，使我們站立得穩，光照我們，使我們為你發光，在這幻變世代作基督的見證。阿門。縱使世界已變樣，人亦都有變，但係我哋所敬拜嘅神，佢就係嗰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神，他沒有改變。就讓我哋靠住主，憑信跨過。找到方向，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暗裏的那光，已看不見嗎？信心也必軟化，更捉緊十架。也不暫停，未來得不到保證。神你恩典統領，必不看輕。暗裏的那光，作我的靠倚。承諾從沒變化，你應許在此。縱使世界已變樣，願重新找到方向，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打過打這一仗。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會眾請坐。
人應該把我們視為基督的僕人，神各樣奧秘的管家。對於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會眾，就讓我哋以堅定嘅心，同以詩歌嚟到回應。讓我哋一生忠心咁跟從主。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聆聽上主嘅話。首先請實踐科嘅老師黃子燕博士去誦讀聖經，然後我哋請教務長張志聰博士宣講信息。佢嘅講題係向未來發聲。先請子燕老師。恭读以赛亚书第40节1至11节，请听上帝的话。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消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
扬声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主耶和華必向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如果大家喺剛剛過去嘅呢一年有機會嚟過中神嘅校舍，去到多實街嘅地下嘅時候，你一定唔會錯過會見到呢一幅嘅拼圖。呢一幅嘅拼圖，我哋舊年邀請咗一位嘅校友為我哋50週年嚟到去畫嘅。我開初第一眼去見嗰陣時候，覺得有種雞飛狗走嘅感覺。不睇真啲，原來係好多離開中神嘅人，佢帶住各種唔同嘅使命，跟住之後就向住唔同嘅方向，跟住去實踐佢哋嘅使命。我望真啲嘅時候，我發現原來喺最後有兩個人物，我懷疑作畫者佢心裏邊諗緊嘅，一個係周牧師，一個係余牧師。佢哋兩個就望住一代一代嘅學生，一代一代嘅畢業生嚟到去離開呢個嘅神學院之後，跟住去實踐上帝俾佢哋嘅使命。不過，我哋50週年裏邊，其中一個主題係向未來跨步。當我哋要向未來跨步嘅時候，也許究竟我哋相唔相信會有未來呢？我諗你明白嘅。我唔係講緊時間上嘅未來，而一個我哋可以相信、擁抱有將來嘅一個嘅未來。當我哋話要向未來嚟到實踐上帝俾我哋嘅心意嘅時候，究竟我哋相唔相信其實係可以有未來呢？喺我哋相信有未來之後，我哋先至能夠向呢個未來去發聲，而且去實踐我哋嘅使命。啱啱子賢老師話我哋所讀出嗰段經文，以賽亞書嘅第40章，正正就係一個以色列人佢哋面對一個歷史未來嘅時刻。好多人都喺度講，究竟可能係啱啱亞述國興起嘅時候，以色列人作為一個或者猶大國作為一個小小嘅國，佢哋點樣面對呢個強權帝國之下嘅壓迫？不過更多人會講，呢個其實可能係所謂嘅巴比倫已經將猶大滅咗之後，將佢哋俘虜，然後帶到去呢個嘅佢哋嘅地方。呢個係一個以色列人佢哋面對一個所謂失敗嘅一個嘅處境。不過正正喺呢個時刻，上帝同佢嘅子民講咗一番嘅説話，話俾佢哋聽有一個嘅未來。以賽亞書40章一開始嗰陣時候，講緊上帝要人向佢嘅子民發出一個安慰嘅訊息。安慰嘅原因係因為之前嘅階段已經過去，將會有一個新嘅一頁去等待佢哋。但我哋認真再去睇嗰陣時候，我哋會發現，縱使喺40章，上帝要向佢子民發出安慰嘅訊息，但係跟住落嚟有6次，上帝要一再重申佢嘅百姓可以得到安慰。我唔知你明唔明嘅意思啊？即係話佢嘅百姓要得到呢一份嘅安慰，佢嘅百姓要相信有呢一個嘅未來，原來一啲都唔簡單。究竟乜嘢嘅原因阻礙咗佢嘅百姓唔能夠受到安慰？乜嘢嘅原因
讓到佢哋百姓唔能夠看見有一個嘅未來。第3節去到第11節，你會發現呢一段嘅經文裏邊有3次重複咗聲音呢一個嘅字眼。第3節有聲音呼喊說，第6節有聲音說，第9節和合本修訂版譯做嘅極力揚聲，其實係講緊用力量高放你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將呢9節嘅經文分拆做咗3個嘅小段落，3個小段落，彷彿都好似話俾我哋聽，有啲乜嘢阻住上帝嘅百姓經歷上帝嘅安慰，而上帝好希望佢嘅使者、佢嘅先知可以點樣讓佢嘅百姓可以重新相信有未來。我哋先睇下第3至到第5節。第3至到第5節裏邊，可能我哋一般讀新約聖經嘅時候，就會覺得講緊係施洗嘅約翰，又或者我哋會覺得呢度講緊上帝預言緊佢嘅百姓將會由被擄之地經歷曠野，然後翻嚟自己嘅地方。我覺得呢啲都係有可能嘅。不過我又想同大家望一望曠野呢個字喺以賽亞書裏邊究竟點樣用法？喺以賽亞書裏邊，曠野呢個字眼總共出現咗19次，有4次係講緊真正一個地理上嘅曠野。不過喺另外嘅地方，曠野呢個字似乎唔係講緊一個嘅地點，而係講緊一個嘅狀態。我哋睇下第27章同埋51章，佢分別講到上帝將堅固嘅城變為荒涼，被撇棄嘅居所好似曠野一樣。51章，耶和華安慰咗錫安，安慰咗錫安一切嘅廢墟，使到曠野有如伊甸。你會發現㗎，呢啲嘅曠野唔係喺耶路撒冷以外嗰啲嘅地方，呢啲曠野就係咩地方啊？就係耶路撒冷，就係錫安。錫安、耶路撒冷已經成為咗一個嘅曠野。如果你再看沙漠呢個字眼，同樣喺以賽亞書裏邊，好多時候都係講緊一種冇人、冇水、冇歡樂嘅狀態。如果咁講嘅話，似乎以賽亞書喺呢一度佢講緊上帝已經將佢嘅百姓所居住嘅耶路撒冷、所居住嘅錫安，變為一個仿如廢墟、冇盼望嘅地方一樣。原因為佢嘅百姓失信失德，以致上帝好似將呢個地方成為咗一個再唔能夠有生機嘅地方。也許對於嗰班嘅百姓嚟講，點解佢哋咁難去接受將來有一份嘅盼望？因為當時環境所帶嚟嘅嗰種嘅限制，嗰種嘅 constraints， 嗰種嘅限制，嗰種嘅 constraints 大到個地步，佢哋唔能夠相信上帝仍能夠喺當中去工作。所以呢把嘅聲音就後來就講到話，耶和華嘅榮耀必然會顯現。顯現喺邊個地方啊？就喺呢個仿如曠野、仿如沙漠嘅上帝嘅百姓所居住嘅地方。上帝呢份榮耀嘅顯現，上帝嘅臨在唔係細細咁樣臨在，係凡有血肉之軀都可以睇得到嘅大大嘅臨在。以賽亞書彷彿喺呢一度想話俾佢嘅百姓聽，冇錯，
今日我哋面對咗好多嘅限制，但係同樣我哋要記得一件事情：今日嘅限制唔能夠限制上帝嘅內任，今日嘅限制唔能夠限制上帝榮耀嘅工作可以顯現得到。唔單止係呢一份嘅限制。第二段講到有一把聲音向一個嘅人去講話：你叫啦。跟住之後嗰個唔知乜嘢嘅人就話：咁我叫咩啊？最清楚嘅地方就嚟到呢一度啦。跟住之後由第6節下半節開始去到第8節，我哋大概唔係好知道究竟佢想講咩嘅。不過我想同大家去留意下，喺呢度重複咗4次講咗一個嘅字，嗰個字就係草呢個字。草呢個字究竟有啲乜嘢嘅用法呢？如果我哋睇翻喺以賽亞書嘅第51章裏邊，佢提及到一件事情，上帝同班百姓講：我必定能夠救贖你哋。然後12節講：唯有我係安慰你哋。仲記得40章一開始講咩話？上帝話要安慰我嘅百姓。上帝重新去講：唯有我係安慰你哋㗎。跟住話咩？你是誰？竟怕那必死嘅人，怕那生命如草嘅世人。呢班如草嘅世人，正正就係班百姓好驚，以致佢哋唔能夠看到有未來嘅人。呢班嘅人係乜嘢人？13節係嗰班欺壓者，佢哋點樣嚟到踐踏上帝嘅百姓，讓到佢哋睇唔見，原來佢哋仲有一個嘅未來。也許乜嘢令到呢班百姓睇唔見一個未來？佢哋手上面冇呢份嘅話事權，佢哋冇呢種能夠去控制佢哋將來嘅能力，因為佢哋覺得話事權都已經喺佢哋敵人嘅手裏邊。因為咁嘅緣故，佢哋唔敢相信佢哋有未來。不過，先知聽到呢一個聲音講嘢之後，個聲音就話翻俾佢聽，其實呢一啲所謂我哋驚嘅嗰啲嘅敵人，只係咩啊？只係如草，佢哋嘅榮美只係如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佢哋嘅所謂今日威嚇我哋嗰啲嘅強權，好快就會消失。先知聽到之後，佢明白，佢跟住重複呢番嘅說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我哋神嘅話永遠立定。話事權喺邊個嘅手中？話事權喺上帝嘅說話手中。面對呢一班嘅百姓，要讓佢哋能夠相信有未來，也許要讓到佢哋能夠記得，人間嘅權勢冇任何一個權勢能夠阻撓上帝嘅說話所命定嘅未來。去到最後第9節開始，先知就向錫安、向耶路撒冷發出一個嘅呼籲。我比較認同和合本修訂版佢所講，呢個報好信息嘅就係錫安，就係耶路撒冷佢哋自己。正正喺第1節、第2節，耶路撒冷同埋錫安就係要被上帝所安慰嘅一班嘅人。去到此時此刻，
上帝藉住先知去呼籲佢哋要成為一班唔單止係被安慰嘅人，更加要將安慰嘅信息帶到去猶大嘅各個嘅城邑當中。先知鼓勵佢哋，佢話唔好懼怕。我都喺度諗，究竟唔好懼怕啲乜嘢？或許對於呢一班人嚟講，可能佢哋自己都問：我哋今日淪落到一個咁嘅地步，我哋憑乜嘢去話俾人聽可以有一個嘅未來？容許我為咗3個字都係用 con 開始，所以我做咗 confidence， 或者應該更加啱嘅係用 faith， 嗰份嘅信心，嗰份對自己作為一個乜嘢嘅人嘅信心。我是誰，竟能夠傳揚上帝能夠俾其他人安慰嘅一份嘅信息。不過，先知不斷嘅同錫安、同耶路撒冷講：你要去到高山，你要揚聲啊，去報呢個嘅好信息。不斷強調緊佢哋一個去到好高嘅地方。我諗佢哋唔係叫佢話你揾一個地方可以吸到更加多嘅流量。如果我哋有印象嘅話，喺以賽亞書裏邊第2章曾經提到，將來喺末後一個嘅日子裏邊，喺耶和華嘅殿嘅山嗰度，上帝嘅訓誨必會從嗰度而出。呢班人唔係因為佢有啲乜嘢強嘅地方，以致佢哋傳揚上帝嘅説話。呢班人可以肩負呢個角色，因為呢個角色喺上帝嘅説話賦予咗俾佢哋，係上帝揀選咗呢班咁樣嘅人嚟到成為傳揚佢好信息嘅一班嘅人。我哋再睇真啲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其實呢班人唔係講佢哋自己㗎，佢係講咩啊？講呢個上帝佢已經會嚟，佢會成為嗰個嘅君王啊！呢個上帝係一位牧養佢羊群嘅一位嘅大牧者。言下之意，佢哋係咩啊？佢哋只不過喺呢個君王管治之下嘅一班平民百姓。佢哋只不過係呢個大牧人所引導之下嘅一批小羊。唔係佢哋變叻咗，以致佢哋能夠更加有 confidence 嚟到去傳揚上帝嘅説話，而係因為佢哋只係一班上帝工作嘅見證人。當我哋今日面對神學教育去到一個咁嘅日子嘅時候，香港已經成為咗金融中心嘅咩話遺址係嘛？或者係購物天堂嘅廢墟啊？還好神學教育從來都唔係好輝煌，唔知啱唔啱咧？嗬。不過我哋仍然面對好大嘅艱難。但係當我哋面對呢啲咁多嘅限制，我哋見到我哋冇辦法嚟到去掌控我哋嘅未來，甚至我哋望住我哋自己呢班人，其實我哋算得什麼？但係我哋只可以向未來去到發聲，向未來去邁出，跟住實踐上帝嘅使命。因為我哋深相信，冇任何環境嘅限制可以阻礙上帝帶住榮耀佢嘅工作來臨。冇任何地上嘅權勢能夠阻撓上帝嘅説話嘅話事權。我哋都深信，冇任何人嘅軟弱唔能夠見證到上帝將我哋化腐為奇嗰份超然嘅工作。正正因為我哋帶住呢份嘅相信，我哋向未來
去發聲，嚟到帶住呢份嘅相信，我哋向未來去跨步。好多謝 Simon 老師透過先知嘅説話去安慰、提醒同埋鼓勵我哋啊！今日嘅年代好需要上帝嘅説話。亦都好多謝兩位校友啦嚇，佢哋一齊作咗頭先嗰首嘅詩歌啊，即係我哋50週年院慶嘅詩歌，向未來跨步嘅。跟住呢，我哋係一齊去領聖餐嘅時間，我就將時間交俾中神嘅3位榮休院長
周永健牧師、余達心牧師同埋李思敬牧師，請三位。今年晚上係中神50週年院慶暨開學嘅感恩崇拜，在座嘅係中神嘅院董、老師、同工、同學校友同埋好多嘅支持者，亦都有同學嘅家人，同埋好多香港神學教育界、教會同埋機構嘅友好聚首一堂，更加有一啲係遠道從海外而嚟嘅。我哋好珍惜今晚我哋能夠一齊嘅喺樹手食餐，一同嘅去數算主嘅恩典，紀念主嘅恩典。用住懷住咁樣嘅心，不同嚟到係守聖餐。耶穌基督為佢門徒設立聖餐禮，係要叫屬佢嘅人一齊去紀念佢。我哋首先讀一段啟應文，余院長同埋李院長會輪流讀啟，請大家讀應。感謝上帝，你藉着差派聖子耶穌基督到世間，為我哋做咗挽回祭。感謝上帝，你又藉着主耶穌設立聖餐，同我哋立約。以致我們成為你嘅子民，追求聖潔，與你合一。上帝啊，我哋嚟自唔同嘅堂會、宗派背景，有唔同嘅屬靈傳統，喺信仰嘅路上有唔少嘅差異。我哋共同聯手於耶穌基督。上帝啊，我們也來自不同嘅界別、不同嘅世代同埋年齡層、不同嘅地域文化，喺人生嘅經歷上有着顯著嘅不同。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上帝啊，教會亦曾因理念實踐嘅唔同產生紛爭，未有像基督教導我哋咁樣嚟到合而為一。我們所祝福的會，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原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上帝啊，你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並且將這和好嘅道理託付咗我哋。當教會有如世界一樣充斥不義競爭，也未能盡鄰舍本分嘅時候，求主寬恕轉化我們。主怎樣愛我們，我們主也叫我們怎樣彼此相愛。主耶穌被賣嗰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佢照樣拿起杯來話：呢個杯係用我血所立嘅新約，你們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所以我哋每逢吃這餅、喝這杯，係要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請問各位咪已經攞咗個餅同埋杯嘅套裝啦？好，大家可以攞出嚟。我哋先揭開第一層嘅玻璃紙，攞個餅出嚟。邊個喺度起立？呢個主耶穌嘅身體，我哋全感嘅心係領受呢個餅，紀念主耶穌基督為我哋捨命，一齊嘅用。然後請大家揭開第二層嘅膠紙，小心唔好流出嚟啊！流血。主耶穌話：呢個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為多人流出，使到罪得赦。我哋全咁嘅心領受呢個杯，紀念主耶穌為我哋流血捨命。感謝主耶穌，各位清楚。好多謝三位榮休院長嘅。中神咧其實有好多嘅同學咧，都喺呢三位嘅院長之下咧，去到教導、接受裝備。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一啲嘅校友係會幫我哋讀出以下一段經文。呢啲嘅校友咧都係歷年喺中神接受培育嘅神國僕人。嗱，而家咧佢哋分佈喺世界各地，回應召命忠心嘅服侍。深刻能能樂安呢，我奉派作傳道者、使徒和教師。我也為這願受了這勸，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夠保守我所託付他的。直到人，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穌的信心和愛心，把從我這裏聽到的完全信息，福利和實。所接受的美好託付，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好好持守。感謝神揀選咗我哋喺唔同嘅時間去呼召我哋參與喺佢嘅計劃嘅裏邊。但願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崗位上面堅守真理，無論係咩嘅環境嘅裏邊，仍然忠於使命，祈求神引導我哋前行。作我嘅保障。我
開始直到今日，中神都喺上帝嘅恩典之下去到服侍。今年中神50週年啦，我哋祈求神帶領我哋進入新嘅里程，亦都願意我哋繼續依靠神嘅恩典，開展新嘅一頁。都讓我哋喺神嘅面前立志，不論我哋喺咩嘅地方、咩嘅工場，上主交託俾我哋咩嘅羊群，願我哋靠住主嘅恩典，喺我哋崗位上面忠心，立志持守真道，宣講真理，牧養羊群。讓我哋都有少少時間啦，我哋一齊自己喺上帝嘅面前去立志啦。邀請大家一齊起立，我哋一齊以提摩太後書第1章11至到14節咧，作為我哋對神嘅立志，我哋一齊讀。為這福音，我奉派作傳道者、使徒和教師，我也為這緣故而受了這些苦，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夠保守我所託付他的，直到那日。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把從我這裏聽到的健全信息奉為模範。你所接受的美好託付，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好好持守。上主悅納，亦都堅定我哋喺佢面前嘅立志。請坐。以下落嚟係啲教務報告嘅時間，將時間交俾教務長張志聰博士。首先，謹代表學院衷心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借出場地，以及佢嘅同工團隊嘅支援，讓到今日嘅崇拜能夠順利再舉行。我希望大家可唔可以以你哋嘅掌聲同我哋一同表達呢份嘅謝意。今晚除咗係學院50週年嘅院慶崇拜之外，亦都係本年度嘅開學崇拜。我都想藉呢個機會嚟到數下啲人有冇出席，唔係，係歡迎返啲同學。我首先想邀請，如果你唔係新生嘅在校同學，可唔可以起立？我哋歡迎你回歸。唔係新生嘅在校同學。請坐。第二嘅，我係想歡迎大家開始擔心啦，我哋冇 cam 嘅。我哋歡迎今年係新生入學嘅同學，我哋邀請你哋起立啊嘛。
多謝你哋同我哋一齊上咗呢個拆船，唔係上咗呢個好奇幻嘅旅程。最後不過亦都係最重要可以請坐。我想歡迎嘅係同學，如果你哋嘅親友或者家屬有嚟到嘅話，我想邀請你哋嘅親友或者家屬起立，好嗎？代表同學們，多謝你哋，冇你哋嘅支持，佢哋冇可能行得上呢一步，所以多謝你哋。最後有關研究院嘅2項人事報告，想喺呢度嚟到同大家分享。第一，本學年嘅8月1日起，副教務長李永庭博士將會放為期半年嘅研究寫作休假，直到明年嘅1月31號為止。緊接之後，副教授林天德老師亦會開始佢嘅研究寫作休假，直至7月31號2026年。除此之外，本學年有2位訪問教授加入本院，分別係新約科嘅胡志偉博士同埋舊約科嘅張秀儀博士。我哋請佢哋2位起立。歡迎你哋加入中神呢一個嘅團隊。最後邀請朱光華牧師為我哋作祝福。請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憑信心領受上主嘅差遣同祝福。感謝上主，讓眾人喺今天晚上回顧見證過去25年。上主，你如何嘅藉着中神成就你對華人神學教育嘅美意同計劃？上主啊，呢一切全然是你，唯獨是你。我們各人都只是無用的僕人。願主賜福在座每一位，不單謹記過去50年眾多先賢前輩嘅足跡腳印，常存感恩。更願上主加給眾人無盡嘅力量同不止息恩典，在各人崗位上趁着白日獻上今天，全然擺上，繼續盡忠，默默作成主的工，用上帝國降臨。願三一上帝賜福每一位同學，盡忠學習，更新性格，培育靈命，結伴成長，受訓裝備。又願三一上帝賜福每一位老師同工，忠心教學，授業解惑，培育生命，指引啟導。又賜福每一位老師精益求精，盡心研究，喺聖經神學實踐上更上層樓。但願賜平安嘅神，牧羊的大牧人主耶穌，在各樣善事上裝備你們，讓你們遵行他的旨意，藉着耶穌基督行他所喜的事。願榮耀歸給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神，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坐。